台大病院2当前引进上新的手术中自镜造影的系统，会当伫手术中来提供上新的 MRI 的影像哦，帮助医生来做手术，嘛提升病人的安全。咱做伙来了解。 40多岁陈小姐在1年前因为视力无清楚就医，方诊断是脑下垂体肿瘤，虽然迄当时开刀切除肿瘤，但过2年前佫复发，视力佫无清楚，严重影响日常生活。因为病程步回困难，医师进行开颅手术切除肿瘤的时，同时使用自镜造影 MRI 检查，目前术后无并发症，也重新登去职场上班啊。 他有说，有可能最坏的也会影响到右眼会失明。那时候也其实蛮担心。负责整治的台大医疗团队表示，传统开颅手术主要是靠术前影像资料，也毋过手术中可能因为脑脊髓液流失，产生脑部位移，手术过程。 那会当有 MRI 及时提供高解析度的影像，就会当更较精准的判断肿瘤的位置，同时保护脑部正常功能区，降低术后并发症，大大提悬手术安全性，减少术后机体也是肌腱功能受损的风险。 这套 MRI 导航系统也会当用伫颅底肿瘤、羊形、帕金森氏症、梁骨肿瘤等其他手术。 有很多地方是一伤害到就伤害到了，所以我们变成有这个东西以后，我们可以增加病人的安全度，因为我们不需要在一开始就去冒险。台大病院强调，这套术中自镜造影系统是2022年开台票3亿建立完成，也是全台头一座外科综合系统。2年来已经成功完成113台手术，未来会加强跨科部合作，推动复合手术室运作，满足更较侪复杂病例的手术需求，让更较侪病人受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